不求一生有多少时间，一瞬间也等于到永远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不好意思。想跟刘真一起录影的一些朋友，让我们大家就讲好，要穿刘真老师最喜欢的白色跟优雅的淡粉红色，因为这是他在我们节目常穿的颜色，也是他自己最爱的颜色。然后就跟欣荣聊一些我们录影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啊，这样子。然后他也跟我们聊很多，心情看起来有好一些些，可是又会突然就是掉下来这样子，就大家就轮流就讲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录影的画面跟欣荣分享。我们有一次有一个主题就是我想杀了我老公。就是老公跟老婆的相处，然后他永远就是不会生气，他就说，可是我说你可不可以真的讲一下，说你真的受不了欣荣，然后你怎么生气，然后他怎么生气的？哎呦，他就是哎呦讨厌，就是这样，然后就让我印象很深刻，这样，你想说，就是我们大家都没有觉得他离开啊，然后都会一直在我们身边，然后我们每个人都会写一个卡片，对不对？你来讲，对不起。然后呢？我希望你能够无牵无挂，然后你最美的身影都会留在我们大家的心里面，我们都很爱你。我就说永远都想他，就这样。我说他将是个美丽的天使，永远会守护着他爱的家人，尤其是他的老公跟小孩，爸爸妈妈。老师就是永远的粉红小公主，然后就是她现在就是穿着她最爱的国标舞衣跟舞鞋，然后再跳着她最爱的国标舞，这样之类的。我说老师，你真的很讨厌你很讨厌。就是很讨厌老师，就是笑点这么低。每次访问你的时候，你都会一直笑，一直笑。然后我觉得老师很讨厌的是，让我们那么想他。然后老师要好好的，因为我们会把你担心的都顾得好好的，大概是这样。我写的就是我的歌词里面的一首，只要两个人有缘分。不求一生有多少时间，一瞬间也等于到永远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大家辛苦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冲到。